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妈妈。泰国料理毋但伫台湾足侪人爱食，伫全世界拢真出名。毋过泰国料理伫台湾有伊家己的历史，甲政治、甲移民、甲后来泰国的政策拢有牵连。而且咱伫台湾讲的泰国料理，嘛毋那是为泰国来的料理。我今日特别来讲泰国料理伫台湾的发展。台湾的泰国料理真早就有啊，毋过伊伫无共时代有无共的变化，甲无共时代来的移民是有关系。上早是号做芬泰料理，就是芬兰、缅甸甲泰国北边的食物。1950年代，国民党甲共产党咧相争的时阵，国民党军队战败，退去到泰国甲缅甸的交界遐。就是即马讲的金三角地区，迄是一个足侪山，交通无方便，所以政府嘛足歹管理，小镇的时阵足歹拍入去的所在。遮个人到当地，也阁有组芬兰人民反共志愿军，因是用游击队的方式咧活动咧作战，毋过全引起当地人甲联合国的注意。到1960年代。国民党政府转互一群人退来台湾，嘛安排因住伫桃园、南投遮个所在。这群人因就甲因本来的料理载来台湾，因开的餐厅号做芬泰料理。迄当阵也无遮尔事件。毋过自迄时到1970年代，缅甸嘛发生袂少排斥华人的事件。这转互本地住伫遐的华侨搬来台湾，有袂少人就聚集伫即阵新北市中和的华新街遐。迄时台湾社会因为也毋知影缅甸料理也是芬兰料理，所以开餐厅的人全拢甲因家己开的餐厅叫做泰国餐厅，因为大家较知影啥物是泰国菜。事实上，因卖是伫因的故乡。缅甸甲泰国迄附近咧食诶物件，嘛因为安尼，台湾上早诶泰国料理其实是芬兰、缅甸甲泰国北边透南做伙诶一款主食。后来台湾经济发展，都市嘛发展起来，所以遮诶餐厅哪来哪好，因伫遮嘛开发出台湾才有诶泰国菜，像月娘虾饼、月亮虾饼，都是台湾才有诶。也个另外一项是椒麻鸡、椒麻鸡，这本地是芬兰的人因咧食的料理，毋过无确定是因伫东南亚发明出来的，也是来台湾才开发出来的。毋过月娘虾饼甲椒麻鸡拢是台湾餐厅内底的泰国菜。起头遐认为家己是正港的泰国餐厅，是无咧卖月娘虾饼。毋过因为这项菜实在是伤侪人去点啊，落尾差不多逐间泰国餐厅拢有咧卖。泰国甲缅甸的料理真相共，因为因相隔壁，宗教文化嘛较共，因惯势咧南的烹调嘛真相共。也若真正要讲有啥物无共，缅甸因咧食的是较油、甜的物件较济，口味嘛较重。因的料理内底有搁较济鱼仔甲虾酱，缅甸的咖喱嘛袂像泰国南椰子奶。泰国人食的是较酸，也搁会甜，而且因的酸大部分拢是柠檬汁醋较少。伫即两个国家的交界都有足济料理，是两边拢有，拢南做一伙。像伫泰国北边的咖喱面，就甲缅甸、芬兰地区咧食的较相共。也遮的料理来到台湾，会透南就愈济啊。
伫泰国北边的料理甲泰国中部南部的煮食嘛拢无完全相同，才为泰国北边来的煮食方式来到台湾就愈难做伙啊。所以伫台湾有袂少泰国餐厅煮的是较亲像泰国北边瓦面店咧食的物件。一直到1990年代，泰国料理伫台湾开始实行，迄时开播的瓦城下城就是甲泰国料理固定落来，用一个标准化的方式开连锁店。下城就变做伫百货公司内底佫较侪人食会到的料理啊，变做毋若是有遮移民大的所在才看会到泰国餐厅。下城嘛是台湾的头一间泰国料理连锁店，毋过是安怎号做下城瓦城？下城毋是伫泰国的一个城市，伊真正是一个城市，毋过是伫缅甸的北边，因为遐住足侪芬兰人，因就甲即个城市本名号做曼达雷，因叫伊下城。开即间餐厅的4个股东，有2个是缅甸的华侨，一个香港人，一个台湾人，所以因怎用即个缅甸的城市来号即个泰国餐厅的名。也有袂少伫台湾的泰国餐厅，因嘛会特别写讲，因嘛有卖芬兰甲缅甸的料理。下城开了的10冬，台湾为泰国来的工人甲新的住民嘛愈来愈侪，所以豆豆啊有一寡遮新的泰国住民因开的餐厅，也袂少是为泰国东北边伊善迄个地区来的移民。所以伫工业区也是车头的边啊开的泰国餐厅，特别是伫桃园甲台中拢看会到。遐个餐厅卖是伊善即个所在的料理。泰国东北部伊善遮是倭、老挝、寮国甲柬埔寨，所以即个所在的煮食嘛有因家己的特色。而且遮新住民因开的餐厅内底会放一寡泰国国王的像，放泰国歌，因毋是干那伫遐食饭，而且迄个餐厅嘛是因聚会开工的所在。即阵人也佫有甲因泰国料理需要的一寡农作物载来台湾，像讲即阵咱伫菜市仔嘛看会到的青色的桥啊，这本地是因开餐厅咧用的。所以2000年以后，泰国料理伫台湾就变较侪款啊。另外一项是泰国餐，迄时伫全世界真使行，也毋过嘛有像台湾的泰国餐厅会做月娘虾饼，毋是真正的泰国菜。迄时泰国的政府因为着要管理，也嘛为着要推广，所以就定一套泰国餐厅认证的制度。其实这是有政治效果的，一个是推广泰国餐，另外一个我组织大家对泰国文化的认同。所以对因来讲，这嘛是一款外交的方式，来宣传泰国文化。因这个制度还有发予国外餐厅，所以台湾已经有几若10间有摕到这个认证。这套认证是要求餐厅用的材料都要真正泰国式，像讲原料是为泰国进口，饭是真正的泰国味，餐厅的师傅都只都要有参加过因的认证，摕到泰国政府发的证书。餐厅的服务嘛要有到一定的水准，才摕到这个认证。当然，咱若看台湾才有摕到认证的餐厅，大部分拢是伫市内，装潢了较水，价钱嘛较贵的一寡餐厅。咱若真就想，才为泰国来的新住民，遮的工人，因伫车头边也是工业区开的店，卖的拢是因家己咧食的料理，咁因咧卖就无算真正的泰国菜。而且泰国政府认证这个餐厅嘛毋是真正做出来拢相同，因的标准嘛会对当地口味咧变化，像讲台湾的泰国菜拢较袂酸，也嘛袂用上咸的咸椒啊。另外是咱时常听会到的打抛猪，其实伊是一款或者打抛叶落去煮的，因为台湾无这款叶啊，无这款香料，所以大部分是拢南高赞茶。这个认证通过的餐厅其实嘛拢有在卖，所以泰国政府这个政策
伊的目的是啥，也佫有啥物款效果，咱会使想看觅啊。台湾遮的泰国餐厅、泰国料理是一款一直的变化，对时代的改变的口味。伫无共时代，为东南亚来的无共移民，因带来无相共的泰国口味。也佫有一项，就是泰国餐伫台湾在地化，会伫台湾发展出特别特殊的泰国料理。咱为台湾的泰国菜、泰国餐厅会当熟悉一寡泰国的文化，毋过嘛会当看到台湾的历史甲社会变化。今日我先讲到这，大家若是有任何想法、意见，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言、摄青留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介绍互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订电子报、要寄付，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结。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